最近这几年，有真侪电子烟会偷揽毒品，害少年囡仔掉咧。其实去年3月施行《烟害防治法》，就全面禁止电子烟啊。高达稽查50万件违规，煞干那罚1200多件。教育团体就批评卫福部无认真在办，伤害青少年的健康。今年7月，新北市一个查甫人因为食含有3级毒品伊托米兹的电子烟弹了后，反向赛车弄死警员，引起社会关注。不少民众认为，违法使用新型烟品愈来愈多，尤其全国有逾8万名的青少年食电子烟，若是会食调着，也可能加做食毒品的主要管道。其实跟抽香烟比较，你香烟禁止，那电子烟更加应该禁止。就是校园的角落啊，一些边边角角巷子这样，对。都会看到人家抽电子烟。对。电子烟最近已经加做毒品使用载区，警方也查获几啊件毒驾甲电子烟有关系。国家行动联盟批评，去年3月上路的《烟害防治法》都已经全面禁止电子烟、烟瘾、加热烟。也毋过，新法上路到今，各县市稽查违规案件累计大约有50万件，只开发1200多件，查缉不离，成案率真低。其中违法的电子烟有251件，加热烟619件，违规食的404件。查缉率这么低，那很明显，烟商、毒商都看到这一点，说你不会抓我，你也不会去拿我怎么样。查缉到的这个电子烟，我们也跟警政单位在合作，溯源追查它那个来源跟相关的烟弹跟载具的这个问题。国警司强调，已经甲法务部合作，包括流通稽查、戒治辅导等。避免电子烟弹加做毒品载区，另外也甲教育部合作，加强校园新型烟品防治甲宣导。那违法的广告也是电视电子烟，相当会当罚100万；违法食电子烟的人，相当会当罚1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